微笑讲客语 ，Vivi Seo 共học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微笑讲客语，Vivi Seo 共học吧。今天要讲的客家话呢，跟衣着有关哦。俗话说，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所以你看，穿着打扮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这1-2年，全世界好像都流行东方的复古风潮哦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设计都跟民族色彩有关呢。你知道在客家话里面的衣服怎么说吗？叫做裳服，裳服。我相信呢，现在电视机前面的你呢，一定身上有裳，也会有服。什么是裳？就是单指上衣这一件就是裳。服呢，就是指裤子，合起来叫做裳服，就是指一个人全身穿着的衣服。早期客家妇女呢，为了能够到田里劳动工作，所以他们都不缠足的。我就看过我的阿婆呢，她的脚好大好大一个，走路非常的稳。阿嬷每次都说踏踢稳，说她这样子脚很粗，脚很大，所以踏踢稳，踏地踏得很稳哦。她就是穿的是裤装。那说那裳呢，闽客好像都是继承中原汉族的风格哦，穿的都是开又韧的这种大金衫。大金衫客家话叫做太金裳，太金裳。就是指那种纽扣呢，是从右边开的一种宽宽的上衣啊。那纽扣呢，客家话叫做内围，内围。好，妈妈，老板人家在内围，妈妈帮我缝这个内围，就是指这个纽扣的意思。那客家妇女的太金裳呢，比较长比较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下田工作呀，一弯腰屁屁才不会露出来，所以比较长。然后天气热的时候还这样撩起来可以扇风哎，然后呢卷起来又可以装东西哦。不过呢，我们要拜复古流行风之赐啊，满街都看到更多更花俏的太金裳大金衫。我们来选一句话，你要不要看到这种很可爱的大金衫，买一件来穿呢？你说我也要买一件来穿，这句话叫做俺妹爱，就是我也要俺妹爱，我也要买一辆来走。我也要买一件来穿，俺妹爱学客家，我也要学客家话。我是徐薇老师，下回再聊喽，安之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